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他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离欢，2呢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，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好，这第1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，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皇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一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一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让开！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。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就可以了。这丫头，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一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
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太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。哀家给你1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，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，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
孙儿也不敢再为易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易欢宽限1日的时间，让易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易欢这个小丫头真够机灵的啊，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易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易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只不过是呢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易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？我哪有替鳌拜卖命？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补丸才身不由己的吗？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，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。李太医，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千万别出卖我呀。我们不出卖你，你就要出卖我们。易欢打了康熙一巴掌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？这叫杀人灭口。冤枉啊，李太医！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，可是鳌拜说了，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，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别人毫不知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，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？我跟易欢，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。你是担心有一天，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，向皇上告密，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，先杀了我们灭口。不，李太医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狠。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，没有怀疑到我，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。再说了，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监视皇上，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皇上已经亲政，权威日重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，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。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？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，还能当上大内总管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。在皇宫里啊，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，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，替谁办着事儿呢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。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。对，相互照应，相互照应。皇上，怎么愁眉不展啊？是在为易欢妹妹烦心吗？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，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妾身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哎，雪嬷嬷，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？老奴也想不出来。皇上不必发愁，
这朝中人才济济，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，共同商议一下，集思广益呢？说得对啊，婉心，这后宫之中，就属你最温柔体贴。别的嫔妃啊，都嫉妒奕欢，巴不得暗中盼着奕欢出事，只有你，才是真心实意的对他。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，二来是真的喜欢奕欢妹妹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皇上啊，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啊，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可乱说啊！小心，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。啊，诸位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？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诸位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
姐姐，雪姐姐，是我，易欢，易欢妹妹，雪姐姐，来，走。哎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被皇太后软禁在慈宁宫了吗？那个老太婆哪知道我的厉害啊，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，我直接把她的昏睡穴给点了，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。不过雪姐姐，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，皇上不在，我怕那老太婆发现了对我下毒手。好，这索额图和明珠府上养着上百的能人异士，在天亮之前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。只不过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，已经派人盯着易欢了。李太医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答案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他？这个好办。微臣小时候跟陈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，陈妹性情顽劣，不肯用功。为了帮陈妹逃避师长的责罚，微臣也常常在暗中帮陈妹作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用微臣当时的办法，把答案传递给陈妹即可。皇上啊，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，帮你一起想答案呢。这个皇上对你可很上心哦。唉，她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贤良淑德的女子罢了，对我呢，只是图个新鲜。雪姐姐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铜匣了啊！我要跟朱哥哥吃住紫禁城了。铜匣，你已经找到了？嘘。这个铜匣是从鳌拜府找到的，我怀疑呢，我们明珠谷有内奸，把铜匣这个秘密告诉了鳌拜，但是鳌拜出于私心就没有上报给朝廷，就一直把这个铜匣收在自己的府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真没想到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，会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不过朱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，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，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查清奸细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也泄露给了鳌拜？据我推断，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谷外的行踪，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，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据我推断，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谷外的行踪，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居然前进了皇宫，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有道理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兄妹之间有此等传递消息的妙法，那朕也就放心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？真没想到，这么顺利就把铜匣找到了。早知这样，我跟师父也不用费尽心机进皇宫潜伏了。别难过了，雪姐姐，我来这儿还想告诉你件事情。如果明天我那第3道题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个老太婆肯定要毒打我一顿，到时候我只能脚底抹油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铜匣还有搜刮来的那些金银财宝，都放在我永乐斋的床底下了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只能靠你跟六师傅去取了。一旦取好了，赶紧跟我们一起撤吧。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哎，小师妹，其实你尽快离开紫禁城也是对的。你都不知道，看到你整日跟皇上形影不离的，大师兄心里有多别扭。朱哥哥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小气了。哎，我不能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，被人发现了我就死惨了。哦，你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这鳌拜一直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朕派索额图去鳌拜府上搜查，也没有搜到。李太医，你既然能解了朕的毒药，那这大补丸之毒你可能解。皇上，鳌拜并不敢谋害皇上的性命，所以给皇上下的只是扰乱心神之毒，而且分量很轻。但他给陈兄妹所服的大补丸，是他用来控制手下的独门毒药。微臣想尽办法，也只是配出了缓解毒性发作的药。朕真的是愧对你们兄妹。皇上这话，
微臣兄妹实在是担不起，请皇上放心，微臣一定会继续实验，争取早日制出解药。已经3更天了，皇上早点歇着吧。朕刚刚亲政不久，朝中还有多少大事小事没能理顺？尤其鳌拜一案，牵连甚广，盘根错节，山西直隶等省又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旱，朕岂能安心入睡？你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想不到他竟如此勤政。我听了小师妹的话，帮他斗斗鳌拜，也许失算了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，皇后娘娘吉祥。罢了，这答案有没有想出来？太皇太后，奴婢脑子实在太笨了，所以到现在答案还没有想出来。哦，那你可得要抓紧啊，这转眼就要正午了。不好意思了，龙小弟，5时一到，我就会马上逃出宫去。我们也许就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太皇太后，您跟皇上在这，奴婢实在太紧张了，能不能到门口去想啊？哀家准你了。哀家倒要看看你这小丫头还能耍出什么小花样来。奴婢绝不敢耍花样，多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慢着，李欢，外面日头大，朕赏你一把扇子。以免你那小脑袋瓜子被晒伤了，更想不出来了。多谢皇。等等，那扇子上有皇上新题的字吧？拿给哀家看看。以哀家看来，这皇上的字就是好啊。拿着吧。多谢皇上。李欢，你腰上的那个琉璃坠子倒是挺别致的。朕记得你哥哥也有一块同样的吧？奴婢跟哥哥是同日所生的双胞兄妹。这个琉璃坠子呢，是爹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。是一个彩色的放大镜，是微臣的爹从一个西洋商人手中购得，送给臣和臣妹的10岁生日礼物。臣兄妹各有一个，随时带在身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将答案用这药汁抄写在这扇面之上，传递给臣妹即可。告诉他，用这个琉璃坠，他就会明白了。
李太医，朕真的很羡慕你，能和易欢有这么美好有趣的童年。不像朕，10岁的时候就父母双亡，而且还不得不提防宫中各路势力的算计。行了，那你赶紧去吧，要是耽误了时间啊，朕也救不了你。多谢皇上。慢着，外面天气太热了，本宫就赏世淑姑娘一方丝巾，擦擦汗吧。多谢皇后，奴婢告退。皇上好像一点不为这小丫头担心呢。皇祖母，易欢她只是本性纯良，并不是笨，孙人相信她一定能想到答案的。皇祖母小心。来，皇上，能不能叫2个人帮奴婢推下车啊？走了。这，谢皇上，你们2个帮我推下车。哎，你扶我一把。走吧。好，停。来，放下。那个，你再来扶我一下。太后，您看啊，这只有推车的人才能推动这辆车，而乘车的人永远推不动这辆车。我说的对吗？好，这个答案妙。皇祖母啊，这个答案啊，不仅解了题，这好像还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。这有些事啊，只有旁观者可为，而当局者永不可为。是啊，皇上你也应该明白了，这丫头可不像你说的那是个傻丫头，可是聪明着呢，你可不能当局者迷呀。皇祖母说的是，孙儿谨记皇祖母的教诲。真没想到，这个李易欢居然如此聪明。你赐给他的那个丝巾，最后看了吗？妾身昨晚在听到皇祖母的一番话后，将这第3道考题的答案画在了丝巾上。他先答出题后，才打开丝巾看到了答案。你果真聪明，哀家一点你就通啊！你的相助啊，皇上和李易欢是心知肚明的，尤其是皇上对你的大度会暗中感激的。皇后啊，只是个名分，你必须攥住皇上的心，你的地位方能稳固。多谢皇祖母提点。义父，叔父不当差的时候，时常爱去城郊的镜湖钓鱼散心。你可以到镜湖附近等着，找机会跟他相认。好，到时候我就假装跟他邂逅，绝口不提你和易欢。好，那我就预祝义父跟叔父顺利相认。但愿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真不知道，乍一看到我这个亲哥哥出现在面前，他会是什么反应。来见老夫了。鳌拜，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天，想明白了吗？可有悔恨之心？老夫当然有罪。老夫这第一罪，当年不该冒死从乱军中
救回太宗皇帝。老夫第二罪，不该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为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这片江山。老夫第三罪，不该对先帝于忠尽心尽力地辅佐你这个黄毛小儿。老夫第四罪，明知你翅膀硬了，要来诛杀老臣了，要独揽大权了，老夫未能先下手为强，除掉你这个昏君。事到如今，你还睡在几十年前的功劳簿上，丝毫没有反省。你圈地害民，党同伐异，欺君罔上，弄权误国之罪。要不是你当年救过太宗皇帝，要不是你为大清朝立过那么大的军功，朕就算砍你脑袋100遍都不为过。老夫现在是做了阶下囚，这一生的功过随你红口白牙怎么说。但是玄烨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除掉了老夫，你的皇位就能够坐稳了。在你身边潜伏着2条毒蛇，他们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朕不明白。那老夫就告诉你，你以为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2人是真心对你效忠的吗？他们实际上是在挑起你我君臣之间内斗，居心叵测。他们帮助你擒拿住老夫，只是为了骗取你的信任罢了。在你未动手之前，那个李建清就来找过老夫，把你的计划悄悄地告诉了老夫。老夫只是一时拖大，以为就凭你训练的那几个会摔跤的少年，怎么能拿下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呢？也没料到那李氏兄妹2人居然会反水，这才让你侥幸的险胜了。皇上，鳌拜这会儿也许说的是实情，难怪他事先就服下了解药。你让李公公赐给他的毒茶也失去了效力，也许真的是有奸细给他透露了风声。这铜匣果然是真的。欢梅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艰巨的任务居然被你完成了。是谁啊？平时老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，现在知道夸我啦？欢梅，我是你大师兄，又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做对了，自然该表扬；做错了的，自然该批评。站直了，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从小到大就这么几句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欢梅，我发现进宫以后，你越来越讨厌我了。鳌拜，你以为朕会中了你的挑拨离间之计吗？是，皇上，鳌拜也许死到临头了，还要这样搞挑拨离间的小动作。挑拨离间，玄烨，你这个无知的小儿！老夫虽然是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可老夫是大清的8旗子弟，你我之间的君臣内斗，毁不了大清的根基。而那个李氏兄妹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来历不明，行为诡异，说不定就是那前明的余孽。是，你鳌拜是满族，李氏兄妹是汉族，可是拿匕首刺向朕的是你鳌拜，而挺身而出替朕挡刀的是李易欢。若非李氏兄妹反戈一击，只怕你和朕的位置现在就一敌而处了吧。所以朕明白，你恨李氏兄妹，你巴不得置他们于死地，朕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玄烨小儿，你果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君王。你被那李易欢的美色所迷惑，你被李氏兄妹2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们这些8旗子弟打下来的江山，终将毁在你的手上。老夫倒要看一看你有何脸面去见爱新觉罗家族的列祖列宗！你住口！朕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听任你摆布的傀儡了。你要是再在朕的面前出言不敬，
朕就让你的血溅在朕的龙袍之上！来吧，老夫这一生都在为大清卖命，没想到爱新觉罗家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既阴险又愚蠢的懦夫！玄烨，你打开牢门，来与老夫1对1的决斗！来呀！如今康熙正在大力清除鳌拜余党，整个京城都人心惶惶。如果把这铜匣和奕欢得来的珠宝全部运出宫去，放在慈航药铺反而不安全，不如就继续放在这个永乐斋吧。师父说的是，毕竟眼下这永乐斋还是安全的。等大师父离京之时，咱们再把这铜匣悄悄带出宫去，让大师父带走。不行，铜匣不能放在永乐斋，欢妹也不能继续留在紫禁城里。既然找到了铜匣，我们赶紧撤离吧。我们现在就撤离啊？怎么，你还想继续留在宫里？你忘了和你一同进宫，被赐死的那3个秀女了吗？忘了那些仅仅因为看到你打了康熙一巴掌，就被赐鸩酒的宫人了吗？好吧，朱哥哥，我听你的。那六师傅、学姐姐，我们一起撤吧。大胆，鳌拜，你这个狗奴才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对皇上大不敬！你以为你真的是什么大清的第一勇士吗？我告诉你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得已的奉承而已。你想动手是吧？来呀，我索额图陪你练练。索图，若是你阿玛还活着，那老夫说不定还卖他几分薄命。就你现在这么个鬼模样，你还不配和老夫交手？你滚一边去！哼，鳌拜，在皇上面前，我不与你乘着口舌之快。且不说我们2家的恩怨如何，就是你现在这样在军前失仪，也是不可饶恕的大罪。我告诉你，你死到临头了！你可真会拍皇上的马屁，可笑！你阿玛索尼与老夫一辈子为敌，但老夫敬他是条汉子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小兔崽子呢？鳌拜，哪怕你是个勇士，像你这样的莽夫，也只配做爱新觉罗氏的鹰犬。朕乃天子，治国安邦才应该是朕擅长的。你那些技击之术，都是雕虫小技。朕纵然不如你，又有何妨？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自尽。你这个懦夫蠢货！你回来！你宁肯相信居心叵测的李氏兄妹，也不肯相信老夫这3朝老臣！你回来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我要见太皇太后！回来！不行，我们现在还不能撤。第一，默笙和倩影他们还没有找到1号金钥匙，万一那把金钥匙就在这皇宫当中呢？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鳌拜到底有没有在明珠谷安插奸细？这个奸细到底是谁？我们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大师兄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跟奕欢先撤吧，我和六师傅继续留在宫中，剩下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怎么能把你们2个留在宫里呢？我们要共同进退。太子，如今康熙对你和奕欢极为信任，想要查出明珠谷中的奸细到底是谁，你们比我和倾城的机会大很多。眼下的确还不是撤离的时候。六师傅，是我思虑不周，我只想着让奕欢赶紧离开康熙，以免受他蛊惑。一时情急，居然把查奸细这等大事抛在脑后了。太子，你平常行事的确很冷静，但是有些事情牵扯到奕欢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冲动。义父，你还是尽快跟叔父相认吧，说不定叔父知道鳌拜潜藏在明珠谷的奸细是谁。也只好如此了。不过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件事情你都不要告诉奕欢，
更不要告诉倾城，还有你六师傅。义父，其实倾城和六师傅跟易欢真的不一样，他们的嘴巴都很紧。我不是不信任你六师傅，只是我身为大明义士联盟的盟主，却有一个在清廷皇宫任大内总管的亲弟弟。这件事情如果传了出去，我又有何面目去见联盟的同仁呢？徒儿明白了，但愿叔父顾念骨肉亲情，能投靠咱们联盟，做咱们的内应。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太可能。但愿吧，但愿我李氏的列祖列宗能够庇佑，保佑我这个弟弟能够弃暗投明。船家，你现在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是在哪儿听过一样。这个曲子是我家乡的小调，名字叫做《忆亲人》。忆亲人？我只是觉得这个曲子这个旋律有点耳熟，什么名字我倒是记不得。这首曲子是我老爹在世的时候最喜欢吹的，我的弟弟也特别爱听。这个曲子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爱听，只是有好多年没有听到了，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。真没想到今儿在这儿听到了。客官莫非也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没错。那你可记得皂角村中有一户姓李的农家，那户人家有一对孪生兄弟，哥哥叫李德禄，弟弟叫李德福。你是？认得哥哥吗？你还活着？你没死？德福，德福，真没想到，哥哥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。我原本以为
你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哥，德福，哥，德福。哎，世淑姑娘，索大人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这鳌拜府当中又发现了一间小小的密室，这打不完的解药说不定就藏在里面。可是这些工匠呢，笨手笨脚的，打不开那个机关。我想这怎么办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世淑姑娘你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，但是我去试试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快请吧，走。大哥可成家了，嫂子可贤惠，有几个子女？成家了，有3个孩子，2儿1女。至于你嫂子，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是啊，这世道原本就不太平，又有几家人能够骨肉相守的。大哥即便如此不幸，也比小弟强多了。当年你引开追兵之后，我就一个人在外四处流浪，到处打听你的下落。后来多尔衮把我抢了去，在他府上做了奴才。几年之后，他见我做事机灵，就把我净了身，送到皇太极身边伺候。那时候，我本已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却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小弟啊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。大哥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还能认我这个哥哥。我原本以为你现在在紫禁城中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而我却是穷困潦倒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还能认我。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在这个世界上，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，我怎么会不认你呢？哥，我如今有了用不完的金山银山，正愁没人跟我分享呢。这下好了，你来了，哥，你把侄儿侄女都接进京来，我在京城给你买一处大宅院，然后再续几房妻妾，咱们兄弟好好享受这下半辈子。弟弟啊，你的这番心意，哥哥心领了。但是哥哥这次找你，并不是为了你的钱财。哥，你一定是想谋一个好的差事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包在小弟我的身上。1个月之内，我先给你谋个闲职，年内呢，我再找机会把你外放到一个油水充足的富庶之地，怎么样？我也不是为了做官，既不想发财，又不想做官，哥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兄弟能办得到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德福，你知道哥哥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很久以前已经把名字改了，我不叫李德禄了。那哥哥如今叫什么？李定国。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世淑姑娘，真是辛苦你了啊！索大人吃啊！索大人，我查看一下。索大人，啊，这箱中没有解药，全是文书信件。没有解药，我看看。
纳赛，在。把这2个箱子给我封起来，抬进宫去，呈给皇上。德福，你可愿意跟哥哥一起共干一番大事业，光复我大明王朝？德福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德福，你就心甘情愿地做大清的奴才吗？做大清的奴才怎么了？他中明王朝给过我什么？杀死了我的爹娘，饿死了一整村子的人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在死尸堆里面抛尸的。后来还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我辛辛苦苦了30多年，我苦熬了30多年，如今你却让我为忠实的后人去冒杀头的危险。德福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我知道，我听说过你李定国，朝廷还以为你战死在云南了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还组建了一个什么大明义士联盟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都不必妄想劝动对方。我只有一句话：你若做回李德禄，那你还是我大哥，我愿与你共享荣华富贵。但你若坚持做你的李定国，那你我就当彼此早在40年前都死了吧。弟弟。哥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做李德禄，还是做李定国？我李定国，生是大明的人，死是大明的鬼。他就这么走了？我还指望着能从他那里打听到有关鳌拜内奸的消息。义父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他贪图荣华富贵，敢为大清走狗，那我就当他4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的他，就只是大内总管李德福，不再是我的弟弟。你们以后行事，一切以我联盟利益为重，切不要顾及我和他的兄弟之情。他中了鳌拜的大补丸之毒，现如今，鳌拜被关进了天牢。若没有康熙的手令，谁也不能见他。鳌拜没有办法把美曰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。义父，你看，我是否要把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呢？不能彻底帮他解脱。你在宫中多次试探他，以他的心机，这次我跟他相认，他多半会怀疑到你。万一鳌拜供出他来，那他极有可能出卖你跟奕欢，甚至出卖我这个亲哥哥，来将功赎罪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？眼下只能利用大补丸来控制他，这样一来可以保证你跟奕欢在宫中的安全，二来你跟奕欢在宫中行事，有他相助，也会便利一些。可他毕竟是您的亲弟弟，我跟奕欢的叔父，我们这么做，未免也太……太子，你以为我如此算计，我的心里就好受吗？他可是当年
我豁出性命去要保护的亲弟弟呀！可现在，在国家大义面前，我没法再顾及兄弟之情。朱慈轩，代表朱氏所有人和逝去的列祖列宗，多谢晋王大义。真没想到，李公公居然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我的亲叔父。是啊，李公公为人圆滑自私，和义父完全是心性相反的两个人。可是朱哥哥，虽然李公公这个人圆滑自私，但是他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我的亲叔父。他虽然不肯投靠我们，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卖我们的事情啊。我爹让咱们拿大补丸的事情去威胁他，我怎么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呢？其实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不过既然义父吩咐了，我们也只能执行。有时候想想，我爹也真够冷血的。他居然亲手射杀了我娘，那可是为他生了3个孩子的结发妻子啊！当时他还射了我一箭，还好我身上有个玉佩，要不然，我早就没命了。环妹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若是让义父听到了，他该有多伤心呢？义父也是迫不得已，舍小我取大义，就像古时候舍弃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救护赵氏孤儿的义士程婴。可我从来不觉得程婴做得对啊，为什么他的儿子要替赵氏孤儿去死呢？2个孩子的命难道不一样重要吗？从小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爹总觉得你跟你父皇的命要比我跟我娘的命更重要？越说越不像话了，这就是君臣父子伦理纲常。你记住了，这话千万不能让义父听到。知道了，我这不偷偷跟你一个人说吗？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大逆不道，以后不说行了呗。哎，千万别跟我爹说啊。你知道就好。环妹，你记住了，平时再怎么任性，再怎么胡言乱语都没关系，唯有这些有违伦理纲常的话，千万不能再说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你怎么跟龙小弟一样啊？严肃起来让我心里特别害怕。不跟你说，我要去找我龙小弟玩了。环妹。你们都先退下，朕想静一静。这。龙小弟，你也退下吧。今天怎么了？连龙小弟也这么严肃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奴婢告退了。叔父在这宫里熬了30多年，才换来看似风光的荣华富贵。而我爹，他为了光复朱明王朝，不惜杀妻灭女，戎马一生。我这一生啊，可不能像这兄弟2个一样，